是中国占领东突厥斯坦70周年纪念日，维吾尔团体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前举行了抗议示威和新闻发布会。在东突厥斯坦民间组织协会的号召下，数千名维吾尔人聚集在中国领事馆前举行抗议示威。土耳其警察采取了严格的安全措施，示威者在离领事馆正门50米处设置的警察隔离墙前发表声明。被北京判处无期徒刑的维吾尔学者伊利哈姆·图赫提获得欧洲理事会议员大会颁发的一项人权大奖。2019年哈维尔人权奖的颁奖典礼星期一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代表图赫提领奖的是民间组织伊利哈姆·图赫提倡议的埃尼瓦尔奖。他在发言中说，今年这个奖项表彰的是一个人，但他也赋予全体维吾尔人声音，是对他们所有人的肯定。今年哈维尔奖的共同获得者是青年人权倡议。伊利哈姆·图赫提曾于2016年在瑞典获得一项国际人权奖。中国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宣布，东突厥斯坦拥有10亿吨的石油和1.06万亿立方米的页岩气。据介绍，中国石油今年在鄂尔多斯盆地长期深油层内勘探获得重大发现，新增探明地质储量3.58亿吨，预测地质储量6.93亿吨，发现了10亿吨级的青城大油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子公司中石油副总裁李陆光表示，今年的产量64万吨，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达到300万吨。俄罗斯最近研制的俄罗斯洲际弹道导弹 Topol-M 被发射进行测试，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北约，对该导弹感到关切。俄罗斯武装部队塔曼导弹师的塔蒂切沃导弹部队于2012年在该国未知地区部署的 Topol 导弹从铜舱中取出，深达30米，并首次发射。俄罗斯和美国退出中程核力量协定后，美国进行了500公里的定向导弹实验。另一方面，协议结束后，俄罗斯也进行了最大的尝试。香港中学生报课筹备平台号召全港中学生9月31日罢课一天，表达与港人一同抗争，争取5大诉求缺一不可的决心。同时呼吁全港大罢工和罢市，向政府施压要求回应民间诉求。发起香港中学生罢课的团体周一下午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罢课集会，这是香港中学生自开学以后的第2次全港罢课行动。从组织、筹备和后勤到大会主持都是自己完成。大批中学生开到中环遮打花园，多数身穿校服或黑衣出席。这些中学生情绪高涨，不时高喊反修例口号。